原来是你呀，真巧，这么多年一转眼都结丹了。原来是前辈，晚辈打扰了。无妨无妨，找千叶露的就是你吧？这千叶露其实就是半妖草的枝叶，只不过也得8级以上的化形大妖身边的半妖草才行。8级，有助于缔结元婴丹药的接引药材，又岂能这么容易就被得手呢？此片海域是妖族海渊，也许碰碰运气。谢谢前辈的好意，以在下的修为，还是莫要自讨苦